你好，我係 J.R. Ridinger。我想恭喜你，透過 Market America 呢個事業，喺通往成功同財務自由嘅道路上，邁出咗新嘅一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喺呢行取得成功，你必須採取嘅第一個步驟，就係學習同掌握呢項業務嘅成功五要訣。掌握呢個成功五要訣，先至係成為一個成功嘅超連鎖店主嘅關鍵所在。呢個會最終決定你嘅成功程度、賺到嘅收入同埋實現目標嘅速度。你揀咗2到3年計劃，而唔係45年計劃。我對此向你表示祝賀。我認為對於任何新分銷商或者啱啱起步揀咗2到3年計劃嘅潛在分銷商嚟講，提出呢個問題係好自然嘅。咁樣喺呢個2到3年計劃入面，要取得成功，需要具備啲咩條件呢？我需要點做？呢個就係你將會喺呢段錄音入面了解到嘅內容。既然講到呢個話題，等我嚟澄清一個誤區。好多人以為要賺好多錢就必須好聰明，人哋以為喺呢行賺錢需要聰明才智，然而事實遠非如此。我成日講笑咁話，我哋呢啲成功嘅人已經證明咗呢一點。事實上，通常嗰啲聰明嘅人反而最常遇到困難，因為佢哋成日都將所有時間花喺諗點解件事會出問題上面。你識唔識得咁樣嘅人？我嘅意思係，如果湯馬斯、愛迪生將所有時間都花喺研究燈泡點解會唔着嘅話，會發生咩事呢？如果係咁，今日我哋可能仲要坐喺燭光下面，或者用緊油燈。而家有一個故事，我特別中意用嚟說明呢一點。事實上，佢係我最中意嘅故事之一。我相信大家都仲記得亨利基辛格，佢被認為係世界上最聰明嘅人之一，因為佢好似能夠喺當時冇人搞得掂嘅情況下解決各種國際危機。時至今日，我哋知道呢個其實並唔正確，因為事實證明呢種方法並非次次都奏效。當然，每當有外國政要或者世界名人過身嘅時候，我哋似乎總係能夠喺電視上見到亨利嘅身影，所以佢某程度上已經成為一個永遠活躍喺公眾視野入面嘅傳奇人物。儘管如此，佢仍然被認為係當時世界上最聰明嘅人之一。關於亨利基辛格被迅速罷免嘅故事廣為流傳。聯合國官員坐住豪華房車去到拉瓜迪亞機場，準備搭小型私人飛機飛去舊金山，執行一項重要任務，同埋會見一啲外國政要。當佢個豪華房車吱吱聲咁駛近架小型私人飛機嘅時候，另外2架豪華房車都同時到達。唔知點解電腦搞錯咗，竟然將一位高級報道家、神職人員同埋一位嬉皮士搖滾明星都預定咗同一班機。亨利基辛格世界上最聰明嘅人，佢哋竟然同時坐埋同一架飛機。如果你可以想象到佢哋3個人企喺飛機前面討論自己嘅困境，經過一輪商討之後，佢哋決定放低各自嘅自負，因為當時唔夠時間再預訂另一架飛機。於是佢哋3個都一齊登上咗同一架私人飛機，然後起飛，同著名嘅報道家、牧師、嬉皮士、搖滾明星以及世界上最聰明嘅人亨利基辛格一齊。飛到大約全國一半嘅地方嗰陣，估唔到竟然開始出現嚴重嘅引擎故障，引擎發出轟鳴聲同冒出濃煙。最後機長衝入乘客艙，話我哋遇到嚴重嘅問題啦。佢話呢架飛機就嚟要墜毀啦。佢又補充話，但呢個仲未係我哋最大嘅問題。平時呢，機上面通常得幾個人，但今日我哋有4個人，而只係得3個降落傘。咁樣作為機長，我攞一個先。佢做好降落傘，然後就跳咗落去，飛機繼續加速。佢哋嘅命運危在旦夕。剩返2個降落傘，亨利基辛格世界上最聰明嘅人就坐喺度。
呢位嬉皮搖滾明星同傳道牧師，你眼望我眼，目光交織。亨利冇浪費時間，佢慢慢企起身，然後話：鑒於我係世界上最聰明嘅人，我相信你哋都明白，如果我坐呢架飛機出事嘅話，嗰個將會係對社會嘅巨大損失，所以我必須攞走剩下嘅2個降落傘入面嘅其中一個，而你哋2個人可以自行決定自己嘅命運。亨利走咗，福音傳道牧師同嬉皮搖滾明星就坐喺度，佢哋嘅命運岌岌可危，佢哋對望住對方，額頭一滴一滴咁滲出汗水，仲剩低1個降落傘。牧師慢慢企起身，話：仔啊，我係個虔誠嘅人，我願意，而且準備好去見我嘅造物主。至於你呢，睇嚟你需要多啲時間，你攞最後1個降落傘啦。於是嗰個嬉皮士企起身，揮舞住佢條鏈，話：嘿，寶貝，唔使擔心，世界上最聰明嘅人頭先係攞住我個背囊跳咗落去咋，仲有1個樓反俾我哋2個用。咁樣呢個故事有咩寓意呢？關鍵係成功嘅人並唔一定係最聰明嘅人，有時你只需要堅持得夠耐，去到答案。我希望呢個就係呢段錄音入面會發生嘅事。你知道，你唔需要係最聰明嘅人，亦都唔需要搞晒所有嘢，你只需要知道咩嘢有效就夠。如果你採用嗰啲對你有效嘅方法，尤其係嗰啲對其他人一樣有效嘅方法，佢哋都會對你奏效。只要你堅持得夠耐，你會得到答案。我希望你能夠喺呢段錄音入面含到好多答案。係任何領域取得成功嘅關鍵因素係咩呢？歸根究底，取決於一個人掌握該學科基礎知識嘅程度。無論係喺任何學科、任何事業領域，定係你喺生活中選擇做嘅任何事，呢個都係取得成功嘅關鍵。你仔細諗下，好似體育運動咁。喺足球比賽入面，歸根究底，防守同攔截能力更強，嗰隊至能夠贏波。喺籃球比賽入面，控球、射波、上籃同搶籃板，表現更出色嘅球員或球隊就會成為贏家或者明星球員。歸根究底，關鍵在於基本功。喺棒球比賽入面，擊球能力更強，防守更出色，投球技術更純熟，嗰隊至能夠贏波。最終嘅贏家取決於基本功。喺高爾夫球比賽入面，淨係得出色嘅推杆係唔夠叫，你仲要能夠用好鐵杆，有投球技巧，當然仲要識推杆。呢個歸根究底都係基本功，你必須將所有基本功都掌握好。呢個係體育運動係咁，係音樂領域都一樣。如果一個人冇掌握音階嘅基本功，又點可能成為大師呢？仲有數學，如果一個人唔了解規則，又唔熟悉數學公理，佢點可能具備能力呢？喺科學入面就係原則、規則同公式，呢啲就係基本功。正正係呢啲學科知識，令一個人成為優秀嘅科學家，並能夠理解科學方法。所以喺任何領域嘅工作入面，關鍵都係基本功。重要嘅唔係嗰啲驚天動地嘅大動作，亦都唔係嗰啲高深花巧嘅理論。呢個並唔係咩絕招。嗰啲永遠能夠將基本功做好嘅人，最終會成為最成功嘅人。喺呢行入面，關鍵就係事業嘅成功5要訣。我哋會喺呢段錄影入面重點關注、學習同研究呢啲內容。而家你可以參加研討會，喺你餘下嘅人生入面，你會接觸到大量嘅相關資料。而家有好多人做演講，你可以聽錄音帶、參加研討會，呢啲活動可以持續一世。你會聽到各種唔同嘅理論、術語同觀點，各種花招、附加功能以及所有類型嘅細微差別都會出現。但你知道，當一切回歸基本嘅時候，佢仍然係事業嘅成功。5要訣我稱之為
Basic 5。喺呢段錄音入面，我哋會討論呢個話題。佢有啲似一部強力嘅引擎，呢行就係一部非常強大嘅引擎，佢可以帶你去任何你想去嘅地方。想象賽車或者汽車入面嘅強力引擎，如果氣缸同活塞冇按照正確嘅次序運作，會發生咩事呢？佢根本唔會有效率。即使呢部引擎有潛力變得好強大，但如果唔啟動，佢就完全發揮唔到作用。佢嘅效率唔高，而且只會慢吞吞咁前進。呢啲基本要素同5個核心點嘅美妙之處，在於我哋可以將佢哋同診斷測試結合埋一齊。呢個有啲似將一部強力引擎播落電子分析儀、示波器，或者可能係一個人類可以用心電圖儀去分析佢嘅效率同不足之處。成功5要訣嘅優點在於，我哋可以判斷某人做緊啲咩，冇做啲咩，以及佢哋喺執行每一項基本5項業務要素嗰陣嘅效率有幾高。如果佢哋同時做齊呢5項工作，而且能夠高效咁完成，結果就一定會係成功。當有人未能取得成功，或者佢哋嘅成長速度唔及預期，嗰個通常係因為佢哋效率唔夠高。呢個就係商業嘅成功5要訣之一。我並唔係想話俾你聽，我嘅創業方式同我嘅解釋係世界上唯一能夠成功建立企業或者取得成功嘅方法。呢個並唔係唯一嘅體系，就好似體育運動咁，都唔係得一本戰術手冊，但每隊波都必須遵循同一套戰術手冊，並喺統一嘅體系下面一齊比賽。所有呢啲技巧同戰術以及大家嘅默契配合都發揮咗作用。我只能夠話俾你聽嘅係，呢段錄影入面我要教俾你嘅方法已經被驗證過，經過實踐考驗，而且確實有效。喺橄欖球比賽入面，防守同攔截能力更強嗰隊會成為贏家；而喺籃球比賽入面，投射命中率更高、射門更精準、搶截更出色嗰隊會成為贏家。喺高爾夫球比賽入面，能夠開波開得遠、用得好、鐵桿同推桿，兼且能夠將呢啲動作完美結合嘅選手會成為冠軍。事情就係咁簡單。呢個歸根究底都係該學科嘅基本功。好，我哋直接開始深入探討啦。你即將參加嘅呢個研討會將會成為你通向成功嘅路線圖。佢為你提供咗一條可以依靠嘅跑道。你知道預測未來嘅最佳方法就係創造未來，而呢個課程將會為你提供所需嘅工具同基本技能，幫你實現呢個目標。透過掌握呢項業務嘅基本功，你可以塑造自己嘅未來，你掌控自己嘅成功。呢個唔再係靠運氣啦。你知道咩係真，咩唔係真。當人們做到呢啲事情，而且做得出色嘅時候，佢哋永遠都會成功。你看，商業入面嘅成功5要訣就係共同嘅特徵，呢啲就係成功嘅關鍵因素。佢哋正正就係嗰啲取得成就嘅人嘅共通點。從某種程度上嚟講，我可以成為你哋嘅資料庫。過去咁多年，我一直致力於研究人們成功嘅原因。要唔係喺平庸嘅海洋入面浮沉，就係喺呢項事業上失敗。嗰啲好似能夠登上頂峰嘅人，佢哋之間有咩共同點呢？呢個就係成功5要訣。而家當你查看成功案例嘅時候，例如係 Market America 可以查閱呢啲成功人士嘅簡介，參加研討會、聽錄音帶，同埋親身見下呢啲人個性、行為特徵同心理狀況嘅多樣性係極之豐富嘅。呢啲人入面嘅每一個都非常獨特。事實上，當你觀察嗰啲成功登上頂峰，喺計劃入面取得成就嘅人群高級顧問及以上級別嘅人士，或者美洲區嘅現場副總裁，你會發現
佢哋往往都係咁樣做到嘅。喺性格、經驗、背景或者行為同心理特徵方面，佢哋幾乎冇任何共同點。咁樣佢哋之間有咩共同點呢？貫穿所有呢啲人嘅一條共同主線，就係佢哋全部都掌握咗呢項業務嘅成功5要訣。咁樣如果佢哋一開始唔知自己要做咩，如果佢哋一開始冇天分，如果佢哋唔係天生就係出色嘅演講者，如果佢哋一開始唔知點樣建立企業，咁究竟係點解呢？你看佢哋成功並唔係因為佢哋做咗咩大事，佢哋唔係天生就成功嘅，而係因為每個人都堅持不懈咁做好每一件小事。呢個就係成功5要訣。我認為正確咁看待呢一點係非常重要嘅，否則佢就冇咩意義。好，我哋冷靜咁睇下呢個問題。你而家需要問自己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嘅問題：呢個成功5要訣有幾重要？呢個就係問題嘅所在。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讓你賺取收入同實現你嘅夢想？仲有冇其他方式可以讓你達到一種生活狀態？喺呢種狀態下，你可以擁有自由，做自己想做嘅事。咁樣呢個有幾重要？呢項業務有幾重要？你必須正確咁看待呢個問題，否則你將永遠冇辦法努力去掌握呢項業務嘅成功5要訣。如果你冇掌握商業嘅成功5要訣，就永遠冇辦法實現你所渴望嘅成功。你看，商業嘅成功5要訣，歸根究底就係自律。你必須明白呢啲先至係通往自由、成功同財務獨立嘅關鍵所在，而且呢啲全部都係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嘅事。但係令到人們成功嘅真正秘訣係在於自律，去精通呢啲領域。佢嘅美妙之處在於，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呢啲事，唔需要高超嘅天分，亦都唔需要特殊嘅才能。呢個只需要一個人專注同自律咁去學習同實踐呢啲事，直到佢哋成為一種習慣。而且有啲事係任何人都可以學到嘅，普通人一樣做得到。我嘅意思係花啲時間問下自己，除咗咁樣，我仲可以透過咩方式去實現呢種財務獨立同自由呢？我哋將佢同傳統企業比較吓。假設有一間叫 XYZ 公司嘅公司，呢間公司嘅年收入可以去到，等我哋睇吓喺嗰度需要具備啲咩能力先做到呢點？呢個需要喺投資、知識同經驗方面投入大量資源，好冇？為咗獲得自由，你需要具備啲咩條件呢？要成為呢個國家或者全世界少數享有財務自由嘅人嘅其中一員，佢哋只佔總人口嘅幾個百分比。要喺傳統行業入面實現某個年收入，通常需要投入淨資產嘅5倍。呢個係一般嘅經驗法則，所以呢個需要。而家等我直接問你一個問題，由一開始就開門見山，你有冇呢？我承認你今日可以利用呢筆錢投入作為首期，然後抵押你間屋同你嘅人生，咁你就可以擁有一間價值100萬美元嘅企業。但你知道嗎？你同時亦都面對住價值數百萬美元嘅麻煩同風險，而且你背上仲背住一隻馬騮。你哋入面有幾多人有過咁嘅經歷？又有幾多人承受得起嗰種壓力呢？有幾多人能夠駕馭發展或者建立大型企業嗰種波濤洶湧嘅環境？或者你本身就係嗰少數幾個喺傳統行業入面取得成功嘅人之一？咁樣我想問下，你擺脫晒所有呢啲壓力，擁有時間同自由去做自己想做嘅事，呢個唔係好美妙咩？因為你確實已經將自己嘅全部奉獻咗俾呢份事業。有句老話係咁講嘅，每日都有24小時，
直到你真係開始獨立經營自己嘅生意為止。所以你看，我認為呢個由一開始就係至關重要。你係咪意識到呢個成功要訣有幾重要？你係咪願意付出必要嘅努力去掌握呢啲核心基本功？而且我認為，只有當你真係願意去做呢件事，並全心投入、全力以赴嘅時候，你先至會做到。當你問自己呢個問題嘅時候，我仲有咩其他方法可以賺取收入呢？呢個有幾現實？呢個需要啲咩？當我哋將呢個放喺適當嘅角度去睇，並同學習同掌握基本5項要素所需要嘅努力進行比較嘅時候，只可以明白要喺呢個領域取得成功需要咩條件。呢個變得極之重要，值得我哋全力以赴咁投入。我認為，當你睇到為咗賺取收入而需要掌握嘅嗰啲具體細節有幾咁現實嘅時候，呢個成功5要訣，佢哋實際上價值數十萬美元，因為呢個就係你需要投入嘅資金，仲未計你喺其他地方需要花費嘅時間。呢個時候呢啲事就會真正成為優先事項，我哋會受到激勵去做佢哋，並意識到呢個係你成功嘅機會。好，我哋嚟睇下，通常需要啲咩先可以實現某個年收入呢？喺傳統行業入面，呢個需要一個持續經營嘅企業、公司或者商業機構，可能係家私鋪、製造工廠、餐廳或者汽車經銷商。呢個最少會花費你淨資產嘅5倍，即係每年再加庫存同佢哋所投資嘅一切。你正在創辦一間小型初創企業，係第一年啟動成本最少，需要先可以令業務順利起步。如果你想買特許經營權，平均特許經營費用包括特許費、啟動成本同設備費用係若干美元。假設你想開一間小型家庭式企業，好似熟食鋪或者清潔服務公司，天呀！等你擺好櫃台、收銀機同貨架，再整理好庫存嘅時候，你嘅債務已經超過35,000美元。假設你要重返校園進修，成為一個專業人士，你將唔再從事體力勞動，而係轉行做醫生、律師、註冊會計師或者企業高層。平均嚟講，呢個大約會佔用你嘅時間。你可能要花費若干美元，淨係為咗攞個學位或者證書，然後掛牌開業。而嗰個時候，你連一個客都未有。而家你要將盤生意發展起嚟，此外仲要投入大量時間去經營傳統企業、創辦初創公司、參與特許經營項目或者建立家庭式企業。呢個唔單止係好似你返工咁，每星期做若干小時，或者為咗成為專業人士，喺所有嘢都完結之後，你冇時間可以分心，必須全身心投入。所以呢個唔單止係錢嘅問題，仲有時間嘅問題。當有人同我講，我冇時間發展呢盤生意，或者我冇錢去展會，又或者你知道嘅買一啲工具嘅時候，或者當我發現自己成為超連鎖店主嘅時候，我簡直震驚咗，我完全無法理解，亦都唔明白點解。朋友們，呢個就係點解呢件事咁重要。我哋需要從一個更長遠嘅角度去睇呢個問題。如果你揀咗一個幾年嘅計劃，而唔係一個幾十年嘅計劃，而且你真係有一個夢想，並希望成為嗰個百分比入面嘅一員，呢個就係你成功嘅機會。因為我哋幫你消除咗呢啲障礙，我哋幫你消除咗嗰啲必須接受大量教育、擁有豐富經驗以及需要大量資金等等嘅障礙。無論你嘅資金規模大定小，你都必須付出汗水同努力，願意工作，並且願意學習一啲新嘢同全心投入。但出於某種原因，因為你唔需要投入幾十萬美元，
而且呢個並唔需要花費太多錢，你亦都唔需要去學校攞學位或者證書。人們唔會將佢當作一項價值數百萬美元嘅生意咁看待。呢個確實係成功嘅關鍵。如果你明白掌握呢個成功五要訣，就係你要做嘅全部呢個唔係關於金錢，亦都唔係關於教育，而係關於掌握呢個成功五要訣。如果你咁做，你就會自動擁有一間價值數百萬美元嘅企業，每年可以產生超過若干嘅收益。咁你就已經準備好可以全力以赴，並且願意將呢件事作為優先事項。人生第一次成功唔再取決於你嘅資金規模，或者你擁有多少錢，或者咁講，呢個同你嘅教育程度、經驗、人脈或者背景無關。關鍵在於你係咪願意掌握呢啲商業基本功，好冇？咁樣，等我哋暫時先從呢個角度去睇，不妨睇傳統企業或者持續經營企業嘅具體需求。無論你係打算創辦一間公司，定係收購一間現有企業，假設你打算收購一間成功嘅公司，通過佢你可以賺取收入。我哋已經知道呢個相當於淨利潤嘅5倍。如果每年收入係某個數，咁成本就會達到某個數。我嘅意思係呢個可能係一間汽車經銷商，都可能係一間製造工廠，都可能係一間餐廳，都可能係一間鋪頭。揭下黃頁目錄，隨便揭，然後揀一間企業，等我哋逐樣嚟睇睇會發生咩事，好冇？首先，你需要投入一筆巨大嘅資金，金額係淨資產嘅5倍，然後就係庫存。此外，你仲要處理各種各樣嘅法規、許可證同法律。事實上，情況變得非常複雜。如果你遵守咗一條法例，但又好似冇遵守另一條，淨係因為你已經遵守咗前者，當然你需要員工。咁咩係員工呢？就係嗰啲遲到嘅人，半餓住肚嚟返工嘅人，仲有嗰啲喺你教完佢哋應該點做之後，就走咗去第二度做其他嘢嘅員工。即使你已經花咗好多時間教導佢哋，然後仲要考慮稅收、社會保障稅、福利、流失率。我嘅意思係麻煩事簡直冇完沒了。然後仲有嗰啲文書工作。我嘅意思係有咁多嘅文件處理同提交手續，而且表格同報告呢個會令人癲。呢個就係點解當有人為咗提交一份細細嘅表格而擔心嘅時候，我會忍唔住笑出嚟。我嘅意思係你先去開一間正規嘅企業，了解需要邊啲相關文件，然後你需要為所有嘢買保險，包括員工保險、設備保險同責任保險。你知道，如果你係專業人士或者醫生，淨係責任保險一項就可以令你負擔唔起。此外，你需要車輛去運送物資或者俾員工用，然後仲有保養同維修嘅問題。所有嘢都需要保養，你需要不斷進行維修同保養。此外，仲需要家私、設備同固定裝置。隨住業務擴展同員工增加，每次咁做嘅時候，佢哋都需要更多嘅家私、設備同固定裝置，先可以正常運作。咁會計師呢？你需要會計師，然後仲需要律師。天呀，我嘅律師仲多過我嘅親戚。然後為咗令你嘅企業起步或者持續發展，你需要投入幾千、幾萬甚至幾十萬美元。具體金額取決於企業類型，用喺廣告宣傳上面先至可以開始有收入。而且你甚至唔知佢會唔會吸引到顧客。此外，仲有稅務問題，各種類型嘅稅務事項同報稅工作，當然仲需要電腦。每次增加員工人數或者擴展業務嘅時候，你都需要更多嘅電腦。而當你買咗呢啲電腦之後，佢哋可能同之前買嘅其他電腦唔兼容，之後呢啲電腦又會過時，於是你又不得不再次添置新設備。我嘅意思係呢個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咁時間問題呢？你知道嗎？有句老話係咁講嘅，一日只有24小時，除非你開始自己創業。你知道我將呢項業務同其他人嘅業務做比較，佢哋冇得出差，都冇得隨時起身，更加冇好似我哋成功建立企業之後咁可以自由安排時間去做嘢，因為佢哋被間工廠綁死咗。咁自由、假期以及能夠同家人一齊做自己想做嘅事呢？呢個幾乎係冇可能嘅，因為你已經同呢間企業呢項業務連成一體。你可能擁有一間知名嘅公司，一間大型汽車經銷商、製造工廠或者連鎖餐廳。你擁有一間價值數百萬美元嘅企業，可以賺取收入並且享有聲望。但你真係擁有佢咩？你有嘅係價值數百萬美元嘅煩惱，但就冇時間，亦冇自由，所以要從長遠嘅角度去睇呢個問題。但如果你仔細觀察 Market America 嘅業務，你會發現佢並冇特許經營權嗰種高昂嘅費用。我嘅意思係，如果你建立一個收入中心，就可以獲得收入。如果起3個，你將會擁有一項價值數百萬美元嘅生意，每年可能帶來接近某個數目嘅收入。呢個係一盤巨大嘅生意，但請注意，呢個同傳統企業唔同。你擁有一項價值100萬美元嘅生意，但唔使為咗每分錢而忍受無數嘅煩惱，而且你有時間同自由，因為你知道一旦公司建立咗起嚟，公司會負責處理絕大部分嘅行政、配送同發貨細節。你將呢項業務銘記於心，你所要嘅做嘅就係維持一啲關係，指導一啲人，並幫佢哋管理好自己嘅生意，以便獲得同保持呢種自由同獨立性。所以你看，我哋消除咗風險、投資以及通常所需嘅教育成本，呢啲因素過去成日阻礙你取得成功。但關鍵在於你必須將佢當作一項價值數百萬美元嘅生意嚟對待，並且明白將佢當作一項價值數百萬美元嘅生意，意味住要認真對待呢個成功5要訣，並成為呢個領域嘅專家。將佢當作一項職業嚟對待，並掌握5個基本要點。請注意，呢度並冇某個數目嘅投資，我哋用企業內部嘅某啲要求嚟取代呢個投資。呢啲要求能夠確保企業可以正常運作。你必須將佢當作一項事業或者職業嚟對待，而且需要好似對待100萬美元級企業咁認真對待佢。呢個意味住你要認真對待呢項業務嘅成功5要訣，要全心投入，努力掌握呢啲技巧，並不斷提升自己，就好似一個熱愛高爾夫球嘅人咁，想將呢項運動玩到盡善盡美。就好似有人正在學滑雪，中意呢項運動，並希望將佢掌握到爐火純青。就好似有人熱愛音樂，不斷練習咁。呢個必須係一種熱情，呢個真係一種令人驚嘆嘅激情。因為咁樣做就唔使投入大量資金，亦都唔使花費多年時間重返校園接受更多教育。你已經打開咗通往自由同財務獨立嘅大門。講到底，呢一切其實都歸結於基本功嘅問題，係咪？有一次，有位記者走近文斯隆巴迪嗰陣，佢正帶領綠灣包裝工隊，幾乎係一夜之間創造咗傳奇，並問佢：先生，隆巴迪，你將呢種好轉歸因於咩呢？你將一班叛逆者、一班流浪漢培養成世界冠軍，而且年復一年咁贏比賽。我嘅意思係呢個顯然唔係你哋嘅標準戰術，因為你哋只係用咗3個戰術動作。咁你哋將呢種情況歸因於咩呢？佢對佢哋話：細路，如果你可以俾我害到一隊防守同進攻都比另一隊更出色嘅球隊，我就展示俾你睇乜嘢係冠軍球隊。佢喺度講緊咩？你看，關鍵在於基本功。你唔需要一本花巧嘅戰術手冊，
只需要比其他人更加出色咁去阻擋同進攻就得。你只需要做好5個基本動作，佢哋同其他人一樣出色，甚至更勝一籌。所以唔好重新發明車輪。好多人入咗呢行之後，從未成功，因為佢哋筋疲力盡，或者因為反覆嘗試而氣餒。我哋已經幫你做好咗呢項工作，你知道嗎？我點樣知道呢個係正確嘅方法？我點樣確定呢種方法有效呢？點解我對其他任何事都咁固執、頑固同狹隘呢？其實好簡單，並唔係因為我特別聰明。你知道，一開始我做錯咗所有嘢，經過多年嘅反覆試驗同錯誤，我發現呢啲正正就係嗰啲成功人士都做得非常出色嘅關鍵共同點，就係基本5項。呢個並唔取決於天分智力，亦都唔取決於你係某啲領域嘅實力或者表達能力創造呢一切嘅人。呢啲人掌握咗基本嘅5個要點。佢哋真正擅長嘅並唔係嗰啲大件事，而係因為佢哋喺基本功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同始終如一。人們成日問咁樣嘅問題：成功同失敗之間到底有咩分別？好多人終其一生都喺度答案。人們入到呢行嘅時候，總係會去嗰條神奇嘅鎖匙，通往成功嘅鎖匙。而我會話俾你知，成功同失敗之間嘅分別係咩？成功同失敗之間嘅分別其實好簡單。成功嘅人只係做咗嗰啲失敗者冇做嘅事。我再講多次，成功嘅人只係做咗失敗者冇做嘅事。你看，你要唔係做呢啲事，要唔係就唔做。咩嘢係，咩嘢係唔係？你要唔係做齊5個基本動作，要唔係就唔做。咁樣你需要掌握嘅商業基本要素有邊啲呢？首先要培養正確嘅態度同知識，而呢個就係其他4個要素所依賴嘅基礎。如果冇呢個基礎，就冇辦法構建其他嘅要素。另外4個唔會實現，而且佢哋都唔會奏效。第二點係，我哋需要設定一啲目標，並制定清晰嘅目標宣言。我嘅意思係，如果冇清晰嘅目標同目標宣言，去為我哋提供點樣實現呢個目標嘅詳細計劃，我哋永遠冇辦法取得咩成就。我哋會好似一艘冇舵嘅船咁，漫無目的咁漂流。第3項就係零售同商品銷售，第4項係招募同保薦，最後第5項係跟進同 ABC 模式。呢個會導致其他4項喺你嘅組織入面出現重複，但我想你會發現，隨住我哋不斷前進，當呢個成功5要訣協同運作嘅時候，你自然會取得成功。你變成咗我所謂嘅絕望嘅成功者，而呢5件事都係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嘅事，所以呢5個要素必須同時運作。你唔可以淨係用其中一個基本要素，或者2個甚至4個基本要素。呢5個方面必須同時運作，你必須喺呢5個方面都表現出色，而呢5件事都係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嘅。我不斷強調呢一點，記住呢個有啲似一部非常強大嘅引擎。如果所有嘅活塞或者氣缸都唔着，咁引擎就會怠速運轉，佢唔會行得太遠。不過如果我哋調整設定，當佢哋啟動嘅時候，所有部件都能正常運作，咁你就會成功。另一個比喻可以係某人嘅高爾夫球比賽。如果比賽中各個部分不能夠協同運作，成個比賽就冇辦法順利進行，佢哋嘅得分唔會好高。你看佢哋開車技術非常出色，但如果佢哋唔識推關，就唔會取得太大成功，係咪？喺商業領域都係一樣。我哋必須精通或者掌握呢個成功5要訣，而且必須同時進行，而且必須成為習慣性嘅自動化嘅動作。
咁樣我哋點樣確保自己真係掌握咗基本5項要素？又點樣確保同你共事依賴嘅團隊成員喺努力複製呢啲要素嘅時候，確實能夠做到呢？我非常相信一種基於測量、監控、調整同控制嘅管理理念。而呢啲基本要素入面嘅每一個，呢5個核心組成部分入面嘅每一個都可以被測量。你要唔係擁有你需要嘅嘢，要唔係就冇。你要唔係做緊有啲事係，有啲事係唔係，咩係，咩又唔係。你睇，如果一樣嘢冇辦法被測量，即係話佢唔能夠被量化同衡量，喺我睇嚟呢樣嘢根本唔存在。呢個係一種管理理念，唔單止適用於你嘅企業，你自己嘅特許經營項目，亦都適用於 Market America。佢適用於所有企業、所有工作領域。如果我哋想要取得進步，如果我哋想要實現目標，如果我哋追求完美，我哋就必須能夠衡量我哋需要完成嘅事，明白嗎？佢哋必須係可衡量嘅。因此，我哋教俾你嘅關於基本5項內容入面嘅每一個部分，都包含可衡量嘅要素同組成部分，我哋可以對佢哋進行測量。所以你看，如果你真係想成功，如果你真係想取得成就，請記住呢一點：成功同失敗之間嘅分別其實好簡單。成功嘅人所做嘅，正正就係嗰啲失敗者冇去做嘅事，而且能夠進行量化。嗰啲正正就係成功人士所做嘅事，係貫穿所有成功者嘅共同特質。我哋可以識別出呢啲事，而且我哋可以測量佢哋。首先，我哋必須進行測量。而家，如果我哋能夠對佢進行測量，就可以將佢哋分解為可量化嘅指標。即係話，要唔係你擁有某種嘢，要唔係就冇。你要唔係做緊某件事，要唔係就冇做。然後我哋可以監控你嘅進展，你亦都可以追蹤你所指導或者合作嘅下屬人員，睇下佢哋有冇執行相關任務。你話佢哋要唔係做緊呢件事，要唔係就冇做。所以如果有人真係想成功，其實呢個過程非常簡單，因為我哋所衡量嘅所有事都係非常容易做到嘅。呢個其實關乎專注力同自律，要唔係你去做，要唔係就唔做。因此喺我哋進行監控嘅過程入面，如果我哋冇做到呢啲，而我又真係想取得成功，我哋就需要做出調整。我哋透過自律、專注以及努力解決嗰啲我哋仲未做到嘅事或者缺乏嘅嘢嚟進行調整。透過調整，我哋就能夠控制結果。呢個就係點解我知道每個人都能夠喺呢行入面取得巨大成功嘅原因。因為我哋所衡量嘅正正就係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嘅事。如果我哋能夠衡量同監控呢啲指標，而且我哋冇偏離佢哋，如果我哋真係想取得成功，如果我哋真係想要自由，如果我哋真係想要制定一個幾年嘅計劃，咁我哋會做出調整。對於同你共事嘅人，亦都一樣。然後我哋可以控制結果。如果有人唔願意調整，佢哋就唔會成功。你點解要依賴佢哋？點解要將自己嘅節奏同佢哋嘅進度或者表現欠佳掛鈎，令到自己咁沮喪呢？所以你要唔係做呢啲事，要唔係做唔做，你嘅經銷商都一樣，要唔係做，要唔係唔做。我哋教俾你嘅所有內容都係可衡量嘅。請記住，成功同失敗之間嘅分別其實非常簡單。成功嘅人只係做咗失敗者冇做嘅事，呢一點非常容易衡量，以至於我哋可以進行所謂嘅診斷測試。有時候咁做係有益嘅。當我哋邀請參與者嚟到烏托邦2號參加向上提升研討會嘅時候，時間入面嘅大部分都用咗嚟做測量工作。每個要素
都能夠幫助人們喺5個基本領域入面高效工作。我哋實際上可以測量並確定某人嘅效率。而家你可以自己進行呢個測試，但你知道，當我逐個講解每個項目或者要素嘅時候，呢啲正正就係令一個人在5個基本方面都高效嘅關鍵因素，效果會非常非常好，並說明佢哋應該點做，然後等佢哋自我評估。所以呢個幾乎就好似將引擎駁落電子分析儀咁，或者將人體駁落心電圖機。我哋實際上可以評估佢哋喺邊方面效率低，或者喺邊方面表現好。當有人未能取得成功，或者冇達到預期進展嘅時候，通常係因為佢哋冇做到成功5要訣嘅其中一個，或者佢哋效率低。呢個就係成功5要訣嘅其中一個。所以你要唔係去做，要唔係做唔做，即係話喺呢件事上面，你有一個選擇。你看，如果我哋正喺度測量同監控，而你冇採取行動，或者係某啲方面效率唔高，咁要改善呢一點並唔係天分嘅問題，而係需要努力。關鍵在於專注同自律，先至能夠令佢成為一種習慣。因此，透過調整策略，你可以掌控自己係咪能夠取得成功。而家掌握呢個成功5要訣，會幫助你實現目標。佢哋有幾重要？佢哋直接關乎你嘅財務自由。掌握佢會帶俾你時間自由。你知道，我哋真係應該關注未來，因為你必須喺嗰度度過餘生，並唔係喺短時間入面投入大量時間就可以賺到大錢。人們唔使對呢件事過度狂熱。儘管有啲人確實係咁，而且取得咗巨大成功。呢個其實關鍵在於每日堅持投入少少時間，持之以恆，先至能夠賺到豐厚嘅回報，並喺呢個過程入面練習同掌握基本嘅5個要素。你看，呢啲事必須成為習慣，而養成一個新習慣需要一段時間。失敗係一種習慣，平庸都係一種習慣，而成功同樣係一種習慣。如果我哋去做嗰啲成功人士做嘅事，你都會取得成功。而呢一切都始於積極向上嘅心態，呢個亦都係基本5點入面嘅首要要素。呢個係基礎，培養正確嘅態度同知識。冇人天生就具備呢種態度。你看，你必須培養正確嘅態度，並掌握必要嘅知識，先至能夠獲得自信。要取得成功，你嘅成功反映出你嘅態度同你所擁有嘅知識。要高效、有效同充滿自信。我哋需要培養呢種態度。即使有人從事呢一行業已經有一段時間，佢哋都唔會自然而然咁保持呢種態度。擁有積極嘅態度，或者話正確嘅態度，並唔代表佢哋就具備繼續前進所需嘅知識，因為事物總係喺變化、成長同運動。為咗保持領先，我哋必須不斷獲取更多知識。隨住組織嘅發展同壯大，我哋會達到新嘅階段。喺呢個階段，我哋需要掌握更多嘅知識，以及點樣經營一個組織，點樣激勵員工，同埋點樣管理員工。因此，呢個係一個持續嘅過程。呢個有啲似一位偉大嘅運動員。如果一個優秀嘅運動員能夠以每英里若干分鐘嘅速度跑完1英里，但一旦停止訓練同體能提升，佢嘅成績就會下滑。喺音樂領域都係一樣。如果一位出色嘅鋼琴家停止練習，結果會點呢？佢哋會生鏽，而且佢哋嘅表現都唔會達到預期。因此，呢個係我哋一直喺度不斷改進嘅領域。諗下，每個人出世嘅時候都係一片空白，唔知點解我哋總係將事情搞砸。我哋都係倒吊劍剝光豬咁嚟到呢個世界。而當我哋俾人打屁股嘅時候，我哋會出嚟抗議、尖叫，係咪？隨住時間嘅推移，我哋開始形成各種態度，
然而我哋出世嘅時候係處於一張白紙嘅狀態，好多經歷以及我哋嘅成長方式都塑造咗可能並唔積極向上嘅態度。但請注意，你嘅態度並唔係天生嘅，而係後天培養出嚟嘅。透過 Market America， 你可以培養出正確嘅態度。你知道威廉詹姆斯係上個世紀最偉大嘅心理學家。佢話我哋呢一代人最偉大嘅發現係一個人可以通過改變自己嘅心態嚟改變自己嘅生活。你看，態度係先於高度嘅，佢比你達到嘅高度更加重要。態度先於成功，態度係喺金錢之前，而唔係喺金錢之後出現嘅。關鍵並唔在於你講咗咩，而在於點樣講。重要嘅係講出呢啲說話嗰陣所展現嘅自信，而呢個源於培養正確嘅態度同獲取足夠嘅知識。當你培養出正確嘅態度，並獲得正確嘅知識嘅時候，你就會獲得自信同信念。培養正確嘅態度同知識，會轉化為信念同信心。當你散發出自信嘅時候，人們會聽你講嘢。你係咪正在培養正確嘅態度同知識，以便喺呢行入面取得成功呢？呢個係至關重要。你明白呢個係一切嘅基礎嗎？如果冇呢一點，其他一切都無從談起。無論我哋點做，都唔會成功。另外4個基本要素其實並唔係咁重要，因為冇一個堅實嘅基礎，就冇辦法起摩天大樓或者房屋。如果你天生冇呢種特質，咁應該點樣培養正確嘅態度同獲取必要嘅知識呢？你需要問下自己，你真係喺度做緊呢件事咩？因為呢啲全部都係可衡量嘅指標。如果你冇做到呢一點，並且我哋發現你冇做到，亦都一直監測緊你嘅表現，咁你就必須做出啲調整同改變，然後嘗試做一啲我哋展示俾你睇嘅事。要改變呢種狀況，並培養正確嘅態度，呢個係一個過程，係一個持續嘅過程。態度同知識得到培養，態度唔係與生俱來嘅，態度加上知識就等於信念同自信。有時候我真係好想將自己磨碎，或者將一啲區域副總裁或者公司團隊成員磨碎，然後將我哋裝入一粒細細嘅藥丸入面。你必須要食佢，所有人都要食。我哋會俾佢雙倍嘅廣告預算，等大家都會買賬同食。你知道我點解想咁做嗎？如果我能夠卡到一個方法，令你知道我嘅想法、我哋嘅想法、我哋嘅感受、我哋嘅信念，以及我哋所見到嘅一切就好了。我嘅意思係，幾分鐘之後，當你食咗嗰粒藥丸，你會全身發抖，額頭布滿汗珠，然後衝出門外，向所有人推銷呢個機會。你只需要完成呢5個基本步驟，你會不惜一切代價去做，然後喺短時間內取得驚人嘅成功。正係因為你感受到咗我哋嘅感受，你流露出自信，你有呢種信念。你知道嗎？我哋入面冇一個人係天生就係咁嘅，冇一位董事，亦都冇任何區域副總裁，一開始就係佢哋今日嘅模樣。而家你睇下，佢哋係明星，非常成功，人們都對佢哋心生敬畏。我記得呢啲人啱啱開始嗰陣，都曾經有過疑慮、恐懼，有啲人甚至持否定態度，亦都遇過各種問題。但佢哋透過採取某啲措施嚟培養正確嘅態度同知識，從而克服咗呢個困難。因此而家佢哋擁有咗信念同信心，呢個令到佢哋嘅 Market America 特許經營業務取得成功，並持續產生剩餘收入。咁樣，等我哋了解下點樣培養正確嘅態度同知識，我哋需要做啲咩具體嘅可衡量嘅事呢？請記住，呢個相當於地基，如果個地基冇打實，咁起喺上面嘅建築物就會倒塌。咁具體應該點做呢？呢一切又係點樣實現嘅呢？等我哋嚟睇下。而家
培養正確嘅態度同知識，以便具備信心、信念以及專業技能，從而在呢行入面成為專業人士。要取得成功，首先要做嘅事就係參加研討會。我哋衡量嘅標準係咪每個月參加一次研討會？我哋不斷學習，不斷調整自己嘅態度，而呢一切全部都係透過參加研討會嚟實現嘅。所以要咪有人參加咗研討會，要咪就冇。你睇，要唔係成功，要唔係就唔成功。成功同失敗之間嘅分別好簡單，成功嘅人所做嘅正正就係失敗者冇做嘅事。我哋今後會透過觀察人們係咪持有門票嚟衡量呢一點。咁點解要同一個唔會參加研討會或者可能根本唔會嚟嘅人合作呢？因為佢哋唔願意下定決心買飛。你喺度浪費時間。呢個正正係你嘅保障措施，確保佢哋會培養正確嘅態度同知識體系，而且你知道你啟動嘅嘢會持續落去。如果佢哋唔去參加研討會，亦都唔會買飛嘅話，佢哋嘅家人通常都唔會去參加研討會或者買飛，因為你所啟動嘅事會持續落去，所以你正喺度推動一個注定要失敗嘅計劃。其次係錄音帶，呢個只係大致嘅概述，之後我哋會更深入咁探討呢啲內容。不過我哋應該聽一啲關於點樣建立企業嘅錄音帶或者 CD 專輯，以及勵志類嘅錄音帶同光碟、培訓錄影帶同 CD， 以及關於產品嘅錄音帶同 CD。你唔需要花太多時間去聽呢啲內容，因為你揸車嗰陣隨時都可以聽，同時仲可以不斷豐富自己嘅知識，培養正確嘅態度。要成為一名專業人士並取得成功，你需要掌握必要嘅知識。你應該每星期最少聽2餅錄音帶。咁你能夠諗到我哋可以點樣衡量呢一點啊？你要唔係有錄音帶，要唔係就冇。你又點可能聽1餅自己都冇嘅錄音呢？你可能喺一個禮拜入面聽咗2餅帶，亦都可能冇。呢個並唔需要太多時間，因為你可以一邊做運動、煮飯或者揸車嘅時候一邊聽。第3項內容係職業指南，我哋閱讀，請熟悉職業手冊，以便我哋將來可以將佢作為參考資料，並喺遇到問題嘅時候隨時查閱。但你必須耐心咁讀晒佢，而且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將呢本書放喺自己嘅書庫入面。當我同一個新團隊合作嘅時候，我會同佢哋講笑，我希望圖書館入面有一本職業指南，而佢哋會答：我哋冇圖書館。我話：每個人都有一個圖書館，你每日最少要喺嗰度逗留15分鐘，否則就會遇到嚴重嘅問題。佢哋問：你咩意思？我話：你嘅浴室。我唔希望入面放雜誌、報紙或者雜誌，而係想見到呢本職業指南手冊。因為你知道，我知道佢哋唔會再犯小學嗰陣嘅錯誤。嗰陣時佢哋嘅父母係咁講嘅：如果你唔做功課，唔坐喺廚房台邊完成作業，你就唔可以睇電視。冇人會咁做。你唔會坐喺廚房嘅台前面閱讀職業指南，亦都唔會瞓喺床上同配偶一齊讀完之後話：親愛的，呢個幾好位。但我知道，如果佢哋喺浴室放上呢本書，並且每日花15分鐘去睇，每星期睇幾頁或者一整章，佢哋就會受到激勵。我同佢哋講笑，我保證呢個會令你堅持落去。但神奇嘅事真係會發生，所以當我返到佢哋屋企，發現職業指南唔喺度嘅時候，我會認真對待呢件事。我用手臂攬住佢哋，帶到一邊，然後話：你唔想成功咩？你要聽我講，我喺你嘅資料庫入面見唔到職業手冊。如果你唔努力培養正確嘅態度同知識，我同你合作都冇意思。下次我返嚟嘅時候，我想再睇呢本書，希望書頁有少少皺，因為肯定已經俾人揭過幾頁。第4點係同積極向上嘅人交往。
例如聯繫你嘅上線部戰人同執行協調員或者上線導師合作，反覆向佢哋請教，了解計劃並感受當中嘅興奮。此外，可以向導師或者成功嘅上線人員尋求建議。請記住，呢啲人同你嘅成功有經濟利益關係，除非你成功，否則佢哋都唔會成功。佢哋喺度尋找嗰啲渴望成功嘅年輕人。你有一個團隊正喺度同你合作，透過話俾佢哋知你需要佢哋嘅幫助，嚟激勵佢哋繼續同你合作。但同積極向上嘅人交往，喺任何領域嘅工作入面都係至關重要。無論係體育、音樂定係科學領域，你有冇注意到喺呢啲領域嘅成功人士、成功嘅運動員、成功嘅音樂家、成功嘅律師，通常都具備以下嘅特質。成功嘅科學家們通常會聚埋一齊嗎？佢哋互相傾偈，佢哋互相激勵，佢哋進行互動並獲得新嘅諗法。接下來每月參加一次基本5項培訓，你唔可以淨係參加一次，你需要從7位唔同嘅老師嗰度，以7種唔同嘅方式去學習呢項內容。透過每月參加基本5項培訓，你學會咗基本5招，並且能夠教授佢哋。接下來係高級協調員認證培訓，我建議大家盡早參加呢啲培訓。點解要等呢？我向佢哋解釋話，透過我同你哋嘅合作，我哋嘅共同努力同試運行，並開始應用 ABC 模式，喺一段時間內，你應該可以達到每周若干美元嘅收入。但是我點樣將佢交俾你呢？而且我必須將佢交俾你，你先至可以收到嗰啲支票。如果你連生意都管理唔到，呢個點可能實現呢？咁邊個會兌現嗰張價值若干美元嘅支票呢？係你定係我？確實係你。如果你要兌現嗰張支票嘅話，我唔想為任何可能出現嘅問題負責。我唔會幫你對賬單，我唔會負責處理你業務嘅所有細節，亦都唔會處理你嘅各種需求。咁我哋達成協議啦，我會盡一切努力幫你取得成功。但你必須閱讀嗰本職業指南，並參加高級協調員認證培訓課程。我希望呢件事可以盡快實現，人們唔使等到擔任行政協調員之後先至開始做呢件事。有時候我更希望佢哋喺成為協調員之前就開始行動。原因係我希望佢哋可以自己掌握方向盤。我希望坐喺助手席，話俾佢哋知要去邊度，但佢哋需要學習點樣揸車，佢哋需要學習點樣經營企業，點樣管理自己嘅業務。否則，當事情出咗問題嘅時候，佢哋會將責任推到你或者公司身上。呢個真係好令人遺憾。佢哋需要被賦權去經營自己嘅事業，並成為主角。最後，我哋必須學習點樣教學，透過參加研討會、閱讀資料同獲取素材，以及收聽錄音等等，使我哋能夠喺同人交流嘅時候使用呢啲材料，透過閱讀書籍嚟獲取例子。好耐以前我發現原創性其實意味住要隱藏自己嘅來源。你知道冇咩嘢係真正原創嘅。我哋確實會有一啲想法，可能仲會多少少創意，但我嘅所作所為、所講嘅話以及所教嘅內容，都係我喺某個地方學到嘅。我了解到呢啲資訊並冇專利權。我唔需要話丹尼斯·弗蘭克喺錄音帶入面講咗咩，或者伊麗莎白·韋伯喺錄音帶入面講咗咩。你聽佢，你會感到興奮，產生一啲想法，消化、吸收，並將佢變成自己嘅素材。而家，當你去同你嘅團隊交流嘅時候，你可以講述一個小故事，例如從書入面讀到嘅內容，或者透過錄音了解嘅關於呢行嘅情況。你可以好似自己就係消息來源咁表達出嚟，因為你幾有趣，而且你有嘢想講，所以佢哋會聽你講嘢。當你嘅團隊認真聽你講嘢嘅時候，會發生咩事？因此，
我哋透過每月定期參加研討會嚟學習點樣傳授業務知識，並加以複製。每日讀少少書，每星期聽幾餅錄音帶，只需將佢哋放入車嘅音響度播放，閱讀一啲書籍，研讀職業指南，然後我哋開始獲取成為教師所需嘅知識同技能，同時亦都係一個激勵者同溝通者。好啦，呢啲都係我哋用嘅工具，而且我哋可以對每一項進行評估。你要唔係做緊呢啲事，要唔係就冇做。你要唔係去，要唔係就唔去。你要唔係有材料，要唔係就冇。你要唔係有入場券，要唔係就冇。你要唔係參加過高級協調員認證培訓，要唔係就冇。成功同失敗之間嘅分別其實好簡單。成功嗰個人只係做咗嗰啲失敗嘅人冇做嘅事。咁我哋應該點樣開始呢？我認為我哋需要了解嘅第一點係喺開展呢項業務嘅過程入面，必須採取邊啲步驟先至能夠培養出正確嘅態度同知識。呢一切都始於有人做出一個根本性嘅決定，就係佢哋寧願揀一個幾年嘅計劃，而唔係一個幾十年嘅計劃。一旦做出呢個決定，跟住落嚟嘅問題係，佢哋而家就要開始，定係想先試下水溫？如果某人目前仲未準備好，心中仍有疑慮，並且佢哋揀咗一個為期幾年嘅計劃，咁我哋唯一能夠確定佢哋係咪適合呢項業務，或者係咪適合我哋嘅方法，就係觀察佢哋嘅表現。如果呢項業務真係適合佢哋，呢個先至係佢哋真正關心嘅問題，可以透過試運行嚟驗證。跟住我哋透過收聽入門指南錄音嚟解答佢哋嘅問題。呢啲入門指南錄音對於建立基礎非常之重要，以便人們喺開始行動嘅時候能夠掌握所需嘅知識。因為如果佢哋由一開始就做得啱並取得成功，咁佢哋成為高級協調員並繼續發展出一個令人驚嘆嘅企業嘅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從而獲得收入會高好多。第三件事係我哋需要獲得培訓研討會嘅門票，必須持有培訓研討會嘅門票，否則我哋就唔應該同嗰個人合作。跟住我哋要着手制定一份可能性清單。第五步係預約時間展示項目，呢個正正係人們開始培養正確態度嘅過程，因為佢哋開始相信呢個計劃，並且呢個亦都係佢哋開始了解企業運作方式嘅關鍵時刻。我哋可以等佢哋利用影片、招聘材料或者光碟去實際學習並展示計劃。佢哋可以參加一個展示計劃嘅研討會，但我哋想喺佢哋嘅屋企安排2次同上線人員嘅會議，或者安排2個見面會，2人一組，由正確嘅方式入手。而家呢個係基本知識，你需要了解點樣正確咁開始項目，以及喺試運行階段或者啟動會議上點樣令團隊成員順利投入工作，由一開始就做得正確，以及以正確嘅方式引導人們，呢一點係至關重要。咁樣佢哋先至能夠獲得積極嘅體驗，明白嗎？我哋必須消除嗰啲陷阱同障礙。咁你點樣學習所有呢啲知識呢？你需要透過實際工作中親自動手去學。諗下你上一份工啦。當你接受嗰份工嘅時候，你並唔知道所有需要了解嘅事。你唔知1個月後、2個月後、6個月後、1年後、2年後你需要做啲咩？但你當時已經清楚一啲事，你知道自己想要呢份工。天呀！你竟然真係學到嘢，呢度嘅情況都係一樣嘅。我哋大部分嘅商業知識都係透過實踐獲得嘅。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要由一開始就做得啱、正確咁開始，並引導人們走上正確嘅道路。而且你係喺工作中學習嘅，而喺呢個過程入面，透過不斷學習，你會逐漸取得巨大嘅成功。你看，我之所以取得成功，係因為我係一個出色嘅追隨者，
當我啱啱開始從事呢項工作嘅時候，我從未諗過自己會成為一位優秀嘅領導者。我只係想成功，所以我聽從咗嗰啲比我更有經驗嘅人，以及嗰啲同我有經濟利益關係嘅團隊嘅意見。我好快就順利咁轉型，成為咗一名領導者。好，等我哋詳細咁講點樣開始。第6點係你需要寫低答案，佢係咩嚟？呢個係初學者必須掌握嘅基礎知識。因為當佢哋攞起電話嗰陣，佢會重到好似10噸咁，而且佢哋根本唔會同任何人傾偈，就算有人接起電話開始傾偈，都會即刻遭到反擊，因為人們會問佢呢個係咩嚟？咁我哋點解要咁努力咁令到人們進入呢行？等佢哋最終話係呢個就係我想做嘅事，然後卻將佢哋掉入鯊魚池入面，俾人活生生咁食咗，因為佢哋俾唔到答案。呢個係咩嚟？你有答案嗎？當你開始同某人傾偈嘅時候，佢哋係咪知道點樣回答呢個喺一張咁大嘅卡片上面係咩內容？你能夠睇得出呢一點有幾咁可量化嗎？每一件咁嘅事，你要唔係擁有佢，要唔係就冇；你要唔係做緊，要唔係就冇做。跟住要嘗試試用一啲產品，必須對呢啲產品充滿信心。因此，你應該立即購買嗰啲你打算自己同屋企試用嘅商品，體驗下呢啲產品。我認為人們其實根本唔需要學習點樣銷售，因為佢哋只需要親身體驗產品。當佢哋見到顯著嘅效果，事情順利進行嘅時候，當產品能夠解決佢哋嘅問題嘅時候，佢哋對此感到驚訝，亦都好興奮。佢哋其實根本唔需要推銷任何嘢。當遇到處境相似嘅人嘅時候，佢哋會簡單咁講述自己嘅故事，分享佢哋嘅經歷。因此喺培養正確嘅態度同知識方面，呢一點係至關重要。然後我哋會叫一個人填寫一份申請表。呢個流程其實好簡單，但我哋希望佢哋可以認真咁填。你可以教佢哋點樣填，或者你嘅上線人員應該指導你點樣填，但你自己一定要親自填，因為呢個係至關重要嘅知識，幫助人們開始從事呢項業務，同時引導其他人加入呢個領域。如果我哋能夠令到人們開始從事呢項業務，並且如果你能夠幫佢哋起步，你會見到即時嘅成果，而參與者亦都會獲得積極嘅體驗，並承諾將佢建立起嚟。跟住我哋會了解相關嘅要求、表格同職業手冊。我哋可以透過參加迎新研討會，或者新經銷商研討會，或者喺註冊會議上同我哋嘅上線人員交流嚟熟悉呢啲內容。跟住我哋會睇一份新手指南，入面包含所有需要了解嘅內容同所有需要填寫嘅文件。佢哋正正就係喺嗰度學習點樣做到呢一點。呢種知識重要嗎？你最好相信呢個係真嘅。所以你係你要唔係咁樣做緊，要唔係就冇。如果你冇做到呢一點，我哋會記錄低，你需要做出調整，以便能夠掌控結果。跟住我哋會透過使用入門指南嚟跟住呢位客戶。呢個係我哋通向成功嘅藍圖。呢個係我哋公司嘅實際路線圖。因此你應該擁有一份咁嘅文件，而且你引入公司入面嘅每個人都應擁有一份。咁我哋正喺度做咩呢？我哋正喺度培養正確嘅態度同知識，然後我哋會參加新嘅經銷商培訓課程。跟住人們應該專注於成為青銅級 UFO， 因為一旦佢哋成功啟動咗企業並掌握咗基本知識之後，佢哋就會想要擁有必要嘅工具同採取必要嘅行動，為企業嘅成功奠定基礎。呢個就係青銅 UFO 嘅本質。佢簡單咁整合咗所有必須嘅元素，佢哋需要完成嘅所有任務，以及透過培訓課程需要學習嘅所有內容，都包含喺嗰個套餐入面。我哋亦都會因此給予認可。所以如果你想要識別出嗰啲真正會取得成功嘅人，
而呢啲人反過來亦會令你獲得成功。你需要識別出嗰啲將來會成為 UFO 嘅人，因此掌握相關知識係至關重要。首先，青銅級 UFO 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係所需嘅初次材料或者訂閱套件，客戶可以根據自己嘅偏好或者業務發展方式選擇支援套件 A、B 或者 C。所以你需要了解工具包 A、B 同 C 分別裝咗啲咩。我唔會用錄音帶示範晒成個過程，而係直接攞出嚟睇。請睇下 UFO 小冊子，查閱價格表，深入了解你嘅業務，以便掌握成功所需嘅知識。跟住為咗方便開會，我哋希望佢哋配備一個展示套件或者監控入門套裝，然後佢哋應該註冊使用 Market America 嘅留言信箱服務。我唔會花太多時間討論呢個問題，但如果有人冇開通留言信箱功能，唔單止會因為要處理大量電話同回撥而損失成本，尤其係當佢哋開始發展組織規模嘅時候，但佢哋係戴住耳塞、蒙住對眼咁從事呢項業務嘅，佢哋根本唔知發生緊咩事，呢個係至關重要。此外，佢哋應該準備一啲經過批准嘅名片，因為而家佢哋已經開始營業，而且會同客戶同潛在客戶進行交流。佢哋需要 MTSS 季度指南同訂閱指南。咁如果冇呢啲資源，人們點樣可以順利開展業務，並建立一個系統化嘅、具備成功商業計劃嘅企業呢？此外，仲有季度性嘅任務或者活動需要人們專注處理。佢哋必須每季度採購 BV 或者產品，而呢個數字只係透過某種方式得出嘅參考值。如果佢哋掌握咗呢個成功五要訣，人們就會去做呢啲事。呢個亦都係嗰啲已經取得成功嘅人所做嘅事。呢個意味住每季度需要實現某個數額嘅銷售額。此外，佢哋仲需要每季度提交商業計劃書若干次，並做好相關記錄。你看，呢個就係關鍵時刻。如果我哋採用基本嘅5步法，或者同上游團隊合作嘅時候，情況就會變得唔同。如果我哋專注於目標，我哋就會去實現佢，而且透過潛在客戶開發、招聘同保薦流程，如果佢哋安排咗會議，呢啲工作會自動進行。因此，佢哋每季度應保薦2名合格嘅經銷商，並且需要開展新經銷商培訓、基本5項課程培訓同 ECCT 培訓。所以我哋要求佢哋做嘅，正正就係佢哋為咗取得成功而必須要做嘅事。最後，如果喺基本5項診斷測試入面得分達到或者超過某個百分比，或者佢哋能夠透過實際獲得測試結果嚟證明自己已經掌握咗基本5項知識，並且每季度可以從其業務發展中心獲得若干美元嘅收入。因此喺3個月嘅時間入面，佢哋出現咗一次6排大贏，每筆交易都達到咗若干美元，並最終獲得咗支票。各位，呢個並唔係要求太多，我哋所做嘅不過係要求佢哋去做嗰啲無論如何都必須要做嘅事。記住，成功同失敗之間嘅分別其實好簡單。成功嘅人，佢哋只係做咗嗰啲失敗者冇做嘅事，所以要唔係佢哋做緊呢啲事，要唔係就冇。先諗下麥當勞，麥當勞將一切都系統化咗。佢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間成功嘅企業，亦正正因為咁多人從中獲利，冇咩事係偶然發生嘅。佢哋為你提供所需嘅一切。如果你經營麥當勞，就唔可以採用漢堡王嘅方式，必須跟從規定嘅流程。仔細諗下。每個小鎮都有麥當勞，每一間鋪嘅營運方式都完全一樣，而擁有呢啲麥當勞分店嘅人賺嘅錢，比經營佢哋嘅人要多得多。經理嘅工作表現非常出色，但呢個就係佢想要嘅，而且佢唔應該期望自己能夠賺到投資麥當勞
特許經營權嘅人賺到嘅錢。仲有嗰啲喺麥當勞做嘢嘅人，佢哋屬於麥當勞組織嘅一部分。雖然喺麥當勞做嘢，但並唔擁有特許經營權。你知道佢哋並唔擁有麥當勞嘅漢堡機、點餐系統或者其他任何可以令佢哋盈利嘅嘢，但佢哋唔會賺到經理賺到嘅錢，亦都唔應該期望咁，更加唔會去到特許經營商所有者所獲得嘅收入水平。仲有一啲人擁有住特許經營權，或者擁有多間麥當勞門市。關鍵係呢啲人會比淨係擁有一間嘅人賺得多。但是如果冇漢堡、烤爐、奶昔機、薯條、炸鍋、相關設備以及金拱門標誌同包裝袋，你點樣開一間麥當勞呢？以及所有進入系統嘅嘢，令佢正常運作，明白嗎？呢個係一種完整嘅交約時式系統，用戶可以直接購買。我成日都講笑，每個小鎮都有間大家中意嘅夫妻經營嘅小餐館，佢哋可能整漢堡、辣椒醬或者燒烤，具體取決於你喺邊個地區。而呢啲食物都係鎮上最正嘅，大家都好中意。爸爸同媽媽正喺度辛苦工作，累到筋疲力盡，而且佢哋喺呢個過程入面會破產。每個人都識得呢啲小餐館。對面街有個友仔，佢從未整過漢堡，甚至根本唔識煮嘢食，但佢靠賣漢堡，一年就賺到幾十萬美元。盡管佢完全唔識煮嘢食，因為佢買咗一套叫做麥當勞嘅系統，而且呢個係一個交約時工程系統，只要佢跟住個系統做，就唔會出錯。呢個系統有效。呢度嘅情況都係一樣。但如果冇設備、冇工具、冇接入系統，缺乏培訓，又點可能擁有特許經營權呢？如果你冇參加麥當勞嘅漢堡大學培訓，就唔可以成為特許經營店店主。同樣喺呢度，如果唔完成相關培訓，都唔可以成為非特許經營店店主。所以我哋需要做一啲事。呢度最正嘅地方在於，呢個並唔需要花費太多，需要花費數十萬美元先至可以獲得非特許經營權。但你可以賺到同任何麥當勞店主一樣咁多嘅錢。但你必須獲取所需嘅工具，接受必要嘅培訓，並且需要執行某啲具體嘅工作，同採用特定嘅系統。呢個就係成為青銅級超連鎖店主嘅意義所在。你必須具備嘅條件、工具、產品同系統都包含在其中，以及你需要學習嘅內容、培訓內容、需要收聽嘅錄音帶，以及喺教練或者導師指導下進行練習。所有呢啲都被融入其中，並幫助你不斷成長。你知道一個人唔需要一次性獲得銅牌、銀牌同金牌嘅所有資格要求，因為呢個並唔符合商業運作嘅邏輯。企業會不斷發展壯大，隨住業務嘅增長就會產生利潤，並將呢啲利潤再投入到企業發展入面，而進一步壯大企業規模。因此，非授權系統同 PIN 系統嘅操作指南清楚指出咗每個人必須開展嘅關鍵且能產生成果嘅活動，並將其分解為可測量嘅基本要素。咁點解有人會唔係青銅級特許經營權所有者呢？成功同失敗之間嘅分別其實好簡單，成功嘅人只係做咗失敗者冇做嘅事。你係咪無特許經營權嘅所有者呢？你係咪正在吸引其他人加入你嘅業務？呢個對你嘅成功係至關重要。你明白呢一點有幾關鍵嗎？培養正確嘅態度同知識。如果你唔知道呢一點，咁你缺乏打造強大企業所需嘅專業知識。而且如果你唔咁樣做嘅話，你同你嘅團隊唔會獲賦予必要嘅權力、工具、系統、知識以及佢哋所需嘅一切，而幫助佢哋取得成功，並培養正確嘅心態。所以我哋想用正確嘅內容填滿你嘅內心。
呢個先至係培養正確態度嘅關鍵，你知道嗎？你係你所有諗法嘅總和，我哋嘅看法，呢個就係我哋嘅本質。因此，我哋希望用正確嘅思想同合適嘅素材嚟滋養自己嘅心靈。我哋想要對心靈進行編程。你看，調整思維嘅一個重要方法就係每日閱讀若干分鐘。而家諗下，如果你冇辦法透過自己嘅努力獲得自我提升，要知道上帝已經賜予咗你有史以來最強大嘅電腦。據估計，如果將人腦比作裝滿世貿中心嘅筆記本電腦，其儲存容量同處理能力就能夠同大腦相媲美。你知道有時候我真係好希望能夠同你達成一筆交易，呢筆交易嘅內容係咁嘅：我要將你嘅大腦以若干美元嘅價格賣俾你。你望住我，好似我癲咗咁，話你黐線嚟？你諗到最好嘅交易係咩？因為如果你必須花錢買翻自己嘅腦，或許你會開始好好利用佢。我咁講係講笑嘅，但其實當中包含好多道理。如果你仲未明白呢一點，你擁有呢部功能強大嘅電腦，但佢需要被編程。如果編程得當，呢部電腦會幫助你獲得生活中想要嘅結果，並為你帶來成功同財務自由。但如果你輸入垃圾，你亦都會得到垃圾作為回報。如果你冇辦法令自己專注於訓練大腦以實現自我提升同成功，不妨換個角度嚟睇呢個問題。如果你每日閱讀若干分鐘，你就會開始接觸到相關嘅材料、故事同例子。如果你仔細諗下呢行，你會發現你其實係一個老師，你係一個激勵者。你知道你至少想成為一個教師同激勵者，你係人們嘅導師，而且你係一個領導者。因此，透過提供新內容，你可以發表一啲有趣嘅觀點，你有嘢可以教佢哋。當你幾有趣而且有好嘢要講嘅時候，就好似美國市場嘅一啲傑出領導者，咁大家都會中意聽你講嘅嘢，你嘅團隊亦都會願意聽你講嘢。天呀！如果你哋嘅團隊聽從你嘅建議，會發生咩事？明白嗎？呢個亦都係點解你需要閱讀職業指南嘅原因。而且我強烈推薦。事實上，我堅持要求呢份職業指南必須放喺你嘅書庫入面，即係你嘅浴室。所以你每日最少要喺入面逗留若干分鐘，只需若干分鐘就可以令你保持活力。你看，每日花若干分鐘閱讀商業書籍、積極思考類書籍或者勵志書籍，唔單止可以為你提供素材，而且每日若干分鐘可以抵消你喺工作中經歷嘅長達10個鐘嘅負面情緒、懷疑、氣餒同挫折感，以及應付交通擠塞同其他人嘅麻煩，以及生活中嘅種種問題。冇積極向上、樂觀進取嘅態度，你就冇辦法打造咁樣嘅企業。所以你看，閱讀係至關重要，其結果係你會開始散發出信念同自信。當你因為具備必要嘅知識而展現出信念同自信嘅時候，你會取得成果，你會變得有說服力，你有自己嘅主張，並且會堅定咁表達出嚟。你看你對待呢份事業嗰陣所持有嘅積極同熱情嘅態度，將會決定你嘅成功程度，以及你同同事之間嘅合作成效。喺呢行入面，呢種行為會得到延續。實際上，呢個係一種傳染性嘅現象。咁由一開始，我哋就希望滋養自己嘅內心，並且要正確咁開始學習同積累正確嘅知識。唔單止係為咗我哋自己，亦都係為咗嗰啲由一開始就加入我哋團隊嘅人。一切都要由訂閱套件開始。仔細諗下啦，每位想成為分銷商並最終希望發展為特許經營者嘅人都會收到訂閱套件，入面就包含職業指南手冊。你知道你唔需要由頭到尾讀晒本職業手冊，
但你需要閱讀佢，以便將佢作為參考書，並知道喺邊度可以查閱相關資訊。呢個點解重要呢？你知道嗎？呢個非授權系統職業手冊呢份超過若干頁嘅手冊就係你哋嘅非授權手冊。呢個係你成功嘅藍圖。佢話俾你知所有你需要知道嘅事，仲有我哋所有嘅系統同操作方法。老實講，職業指南同其他公司嘅資料可能並冇咁有價值，因為佢哋實際上並冇話俾你知點樣建立企業，亦都冇提供一個通用嘅系統。但請注意，如果你採用非特許經營系統嘅理念，我哋所做嘅其實同特許經營入面所做嘅一模一樣。我哋淨喺度將一切都系統化、標準化。我哋所有人都認同咁樣一個信念：整體大於各部分嘅總和。我哋或者會將自己嘅創造力、個人嘅奇思妙想同自我意識放喺次要位置，轉而採用一個大家都認為係最佳嘅方式。透過咁做，整個業務就唔會再依賴於你一個人。唔單止係咁，你仲可以做更多嘅事，因為系統化咗。你可以將人員連接到全國範圍內嘅培訓同會議入面，而無需親身到場。而且由於人們會見到多種唔同嘅操作方式，因此減少咗混亂。因此你可以在全國各地建立自己嘅非特許經營門市，仲可以四圍去。即使想暫時放慢腳步，你嘅業務都唔會崩潰，因為每個人都在呢個系統入面連接埋一齊。但是你點樣先可以了解呢個系統呢？除非你知道呢個係咩，否則你唔知道喺非特許經營體系入面應該點做，而呢一切全部都喺職業手冊入面。呢個就係點解職業手冊係至關重要，以及佢涵蓋咗使呢個營銷計劃得以實施所需嘅業務需求。如果冇呢啲條件，我哋就冇辦法制定出可行且財務上成功嘅營銷計劃。但另一方面，如果人們缺乏呢啲知識，佢哋可能會遇到一啲陷阱或者風險，而我哋唔希望呢種情況發生。所以入門指南就包含喺嗰個套件入面。呢份入門指南其實就係一個精美嘅清單或者路線圖，可以幫助你實現目標。佢會清楚咁話俾每個人知應該點做。而一旦你熟悉咗呢個流程，就可以同你嘅團隊一齊執行。隨住我同我嘅小團隊一齊挨家挨戶咁推廣 ABC 模式，我哋逐漸開始建立一個組織。喺會議後嘅第一個晚上，我就會帶第一位參與者參與其中，然後喺下次會議上，當佢哋有一啲人出席嘅時候，我會帶呢啲人一齊閱讀第一章，然後佢哋就可以開始講解，我可以同佢哋一齊講解第二章，隨後佢哋亦都可以開始帶領其他人學習第一章，咁樣實際上可以避免重複工作，並確保唔會遺漏任何內容。然後我嘅團隊成員會同佢哋嘅同事一齊負責第一章嘅工作，佢哋透過教學嚟學習。而且呢個係一種非常非常容易複製嘅模式，佢確保唔會出現重複工作，確保冇遺漏任何細節，並保證人們採取必要嘅措施以順利啟動項目。透過遵循該指南，你同你嘅團隊只需按照入門指南同行動計劃操作，就能自動成為特許經營權持有人。然後你知道我哋有 Powerline 雜誌、Leaderline 雜誌同月刊，呢啲都屬於專業期刊。如果你喺呢行入面可以賺到收入，咁你真係一個專業人士。而家諗下，其他任何職業，無論係醫生、律師、工程師定係註冊會計師，佢哋都有自己嘅專業期刊。如果佢哋冇訂閱呢啲期刊，亦都冇由頭到尾閱讀佢哋就會變得過時。佢哋可能會被認定為已經過時，甚至可能面臨醫療事故指控。咁你呢？你嘅手中掌握住人們嘅未來，
你需要了解正喺度發生嘅事。呢個係一間營銷公司，情況總係喺度變化，總有新的促銷活動、新創意同新產品推出，其中包含相關嘅政策說明。我記得多年前做銷售代表嗰陣嘅情景，我成日睇住呢啲圖片，將佢哋吊喺咖啡台上面，然後話：哦，呢個睇嚟幾正台，弗蘭克、基弗仲有杜伊一家，佢哋將標準提升到一個全新嘅高度，呢個唔係好正咩？睇下呢款新產品。但其實呢個遠不止於此。作為一名領導者，你需要了解入面嘅內容，以便能夠有效咁同團隊溝通並領導佢哋。但你知道，如果你唔仔細閱讀，可能會導致嚴重後果。等我舉個例，通常嚟講，當某間公司嘅產品降價嘅時候，呢個係一件理所當然嘅事，呢個係好現象。不過假設我哋決定將 OPC3 嘅價格下調幾美元，等佢會更具競爭力，從而能夠獲得更高嘅零售利潤。呢個唔難理解，係咪？不過因為你冇仔細閱讀相關內容，所以你冇意識到呢個會影響每個人嘅月度訂單、月度需求或者應該選項入面嘅 BV。結果你經歷咗各種各樣嘅沖洗同清理，因為你從未意識到呢一點。你看，因為你冇讀過佢，所以你肯定唔希望呢種事情發生。呢個營銷計劃太過複雜。而且呢個需要專業人士嚟操作同管理，呢個意味住你必須緊貼最新動態，了解當前情況，並閱讀通訊。通訊仲有另一個作用，首先佢哋有助於建立信任同信譽，並且係好好嘅招募工具。因為當我哋見到他人取得成功，尤其係佢哋所取得嘅巨大成就嘅時候，呢個會令我哋意識到咁樣嘅成功同樣可以發生喺我哋身上，對於你哋呢啲人嚟講都係一樣。